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11，诗篇16篇7安尼讲：我要学了迄个教是我的耶和华，每时我的心肠也指点我。三甲来祈祷，假使甲指点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你是阮脚前的灯，是阮路上的光。你的话一开帖，就我通得到活。你的话引带阮行义的路，你的圣手扶持阮，一步也无偏离。因为你是阮的拯救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时刻来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天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万物拢是你所造，所以一切的规律甲定例，也是你所立定。阮卑微的人，伫你至尊荣甲圣洁无比的脚前，阮只有通学习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教示阮行正路的上帝。每时，阮的心肠也要指点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教示咱，也指点咱行正路的上帝。伊时刻要甲你三个伫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